臣女一欢叩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不必那么拘束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原来您这么和气啊！我一直……不，说错了，臣女是臣女。没关系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朕允许你自称我，这样说起话来才更自在。对了，你刚刚要去哪儿啊？我刚刚觉得这屋太黑了，我打算出去找几盏灯，拿回来点一下。朕在就寝的时候啊，喜欢光线暗一些。皇上，您别把最后一盏灯也吹灭了，我怕黑。别怕，有朕呢。你看起来好像在发抖啊，很怕朕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屋子比较冷而已。哦，你穿的这么少，难怪会冷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到朕的龙床上躺一会儿，盖着被子暖暖身子。哦，让我上床，这小皇帝果然没安好心。我突然不冷了。那就让朕抱抱你，替你暖暖身子。你果然很怕朕啊！皇上，这天下女子也不尽是贪图荣华富贵之辈啊。对大多数女人来说，她们与其与这个后宫佳丽3000争宠，不如找到一个白头偕老、心心相印的有情人。那唐代鱼玄机就说过呀：“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”朕自13岁大婚以来，还从未有人跟朕说过这样的话。皇上，您生气了？你不会砍我头吧？你当朕是杀人狂魔吗？动不动就随便砍别人的头。你这句话非但没有激怒朕，反倒更加激起了朕的兴致。我看咱们也不必苦苦作戏了，就让朕真的信了你。待共度良宵之后，朕便封你做贵人。皇上，你觉得如何？皇上，皇上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启禀皇上，奴才见到殿内没了灯光，又有打斗之声，还以为来了刺客，所以赶紧进来护驾。刺客？什么刺客？哪有什么刺客？没有朕的旨意，谁也不许进来。这……好了，别再动手了。再动手的话，真把你当刺客，你这颗脑袋就真的搬家了。你哭什么呀？皇上欺负人！朕怎么就欺负你了？是你先对朕出的手啊！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朕的龙床上对朕大打出手，只怕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个敢在龙床上对皇帝大打出手的女人吧？皇上强词夺理，明明就说好了。说好了还强迫人家，人家不想反抗，反抗还不让，反抗打不过人家就吓唬人家，哪有这样的？朕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吗？好了，别哭了。要是被外边的太监给听见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朕欺负你一个弱女子呢。那皇上你离我远点，我就不哭了。你让朕远点，朕就远点，那朕岂不是很没面子？龙小弟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还说皇上是个正人君子，结果皇上就欺负一个弱女子。来，好了，别哭了。
哎，朕不跟你这个小女子一般见识。你找什么呢？我想找个手巾擦擦脸。这龙床上哪有手巾啊？朕也不想传太监打扰我们。哎，你又想干嘛？放心吧，朕不会动你的。朕堂堂天子，一言九鼎，给你擦个眼泪。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亏龙三还说你是他的老大。哎，他要是现在看到你哭得跟鼻涕虫似的，还不笑话死你？其实我在龙三面前好多都是吹牛的，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勇敢，我也没有多少江湖阅历，我也从来没被哪个登徒子轻薄过，何况是被全天下最有权势的轻薄过，我能不害怕吗？朕听出来了。你是拐着弯儿骂朕是个好色轻薄的登徒子是吧？臣女不敢，臣女没这么说。皇上，臣女能不能请求皇上一件事儿啊？说来听听。您能不能别把今天晚上的事儿告诉我龙小弟啊？如果你告诉他的话，以后我就没脸在他面前充老大了。哎呀，朕又不是长舌妇。哎，不会告诉他的。哎，不过朕保全了你在结拜兄弟面前的形象，你要怎么答谢朕呢？皇上，您可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也是最有钱的财主，您就为这么点的小事儿勒索我一个身无分文、身无寸缕的小女子啊？又是朕的不是啊！你怎么说来说去都是朕的不是啊？什么声音？是我肚子叫。我今天晚上实在太紧张了，所以没有吃晚饭，现在特别饿。朕想起来了，你最大的爱好就是吃。龙三跟朕说过，你现在在替朕办差，朕也不能让你饿着肚子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谢皇上，我想吃烤鸭、炸虾丸子、蒸乳酪，还有黄焖小羊排，还有素八碟、珍珠翡翠羹、水晶包子、豌豆黄，再加一壶桂花酿。哎，皇上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呀？这个是龙三跟朕说的。龙三跟朕说呀，你们两个头2次见面的时候啊，你都在跟他抢吃的，朕听着有趣儿，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。这个龙三，以后再也不理他，怎么把我什么都告诉人家？朕可不是人家，朕是皇上。来人，掌灯，传膳。饱了。吃好了？谢皇上恩赐。撤掉吧。这。看你吃东西啊，还真是有趣儿。你一个女孩居然能吃得这么香，你这小小的肚子里，到底是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的呀？要论得上吃啊，这朕的整个后宫，无人及得上你。哎呀，那是他们装的。因为您是皇上嘛，他们在军前得注意自己的礼仪，所以要压制自己的食欲嘛。孔圣人也说过呀，人生3大乐趣，食、色、性也。所以呢，这个美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。说得对。
食色是人之本性，现在食之乐趣你已经享受过了，要不要再享受一下色之乐趣啊？看来这个色狼皇帝还真是狼心不死啊！哎呀，要是猪哥哥给我的丝巾在就好了，让我骗他闻一闻，就能让他乖乖睡着。哎呀，这一夜良宵还剩一半啊！你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呵！你又想干嘛呀？皇上，吃太多了，我撑到嗓子眼儿了，我想运动消化一下，可以吗？行，要是连这个朕都不准，那朕岂不是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？你既然想消食，那就请便吧。谢皇上恩典。色狼皇帝还真是耐心啊！看来是打定主意要吃了我总不能就这么运动一晚上吧？这可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！你累了啊？那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，皇上，我可能吃坏肚子了，我肚子特别疼。刚才吃了好多杂七杂八的，特别疼。现在你肚子疼啊？那要不要朕传个太医给你瞧瞧？那不必了，我只要回自己的房间睡一会儿就行了。既然你都要躺在床上休息，那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？朕的龙床一样可以休息啊。我这可不一样啊！我肚子疼，我可能会拉肚子。我在您这儿拉肚子不合适，是不是？我得保持在你面前的仪态，所以还是让我回去吧。你要是真吃坏了肚子想方便，那朕的寝宫里面也有金泥桶，你用吗？我方便在您这儿？哎，不合适，皇上，您可饶了臣女吧。人食五谷生百病，吃喝拉撒那都是正常的事情。要是连这个朕都接受不了，岂不是有违人伦？哎，你别紧张，要是真吃坏了肚子，你就在朕这儿方便，朕不介意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黔驴技穷了，是吗？这个色狼皇帝想吃了我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骗他行酒令，我灌醉他。为什么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又在想什么花招啊？哎，皇上，咱们玩耍骰子赌酒吧。这样，咱们赌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听您的上龙床；但如果你输了，您就让李公公送我回去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啊？这倒是挺有趣的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朕耍骰子赌酒的。好，朕就依你。来人，上一壶酒，再加2副骰盅。哎，等一下，上一坛酒。皇上要喝酒，咱们就喝大的，杯算什么呀？咱们用碗喝怎么样？好，那朕就看一看你的酒量到底有多好。皇上不好意思啊，您输了，喝酒，喝。皇上输了，接着喝。又输了，来，我给您满上，咱们再来一起呗。不行，皇上，不行，真不行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这酒还没喝呢。皇上，哎，皇上，哎呀，让我看看皇帝长什么样。让我看一眼。
易欢姑娘。李公公，皇上已经安寝了，易欢姑娘，请回吧。可是我还想再待一会儿。皇上已经安寝了，易欢姑娘还是回去吧。可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，这就扛走了就。哎呀，再让我看一眼呗。哎呀，可是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呀，你这么小气呢？小气小气。李公公，今天多亏了您了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易欢姑娘，你可真是大方啊！哎，今天我看皇上对待易欢姑娘，比封了正位的娘娘还要特殊。易欢姑娘日后一定能够飞黄腾达。多谢李公公啊！这假如以后皇上再传我侍寝的话，还得有劳李公公多多照顾。小小诚意，小小诚意啊！等我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说，好说。易欢姑娘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快歇着吧。好嘞，好嘞，我走了。公公，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？咱家带你去吧。哎呦，那有劳公公了。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鳌拜埋伏在皇上身边的内线，那他肯定早就得到了鳌拜的指示，所以才会不动声色的关照。别怕，是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朱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康熙有没有碰你？我刚才去见了倾城才知道，原来这宫中给皇帝侍寝，居然要脱光，再由太监用红绸裹着送到龙床上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没，哎呦，我当然没事了。真的没事？听倾城说，侍寝的时候连一根丝线都带不进去，我给你的蒙汗巾肯定也带不进去吧？那你怎么应付的？我就不信，那康熙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会不动心吗？他刚开始是有点动心，对我有点动手动脚的。不过我后来跟他提龙三了，我说我们这是假戏，不能真做。后来他就没怎么样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朱哥哥，你要是再怀疑我的话，那我可生气了。对不起，欢梅，是我错了，我相信你就是了。这次是我太大意了。如果那康熙再找你侍寝，我得赶紧想一个法子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哎呀，朱哥哥，你先别着急嘛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跟鳌拜勾结的内奸，怪不得李公公今天这么照顾我呢，肯定是鳌拜提前跟他打过招呼了。原来李公公就是鳌拜埋在康熙身边的棋子，此事万万不能让康熙知道。为什么呀？如果我们跟龙三说了，让他汇报给康熙，不光龙三能立功，还能得到好多奖赏。我们可以拿着这些钱去买好多东西，分给谷底的兄弟姐妹啊。欢妹，你又犯傻了。我们这次来紫禁城，可不是来敛财的，我们的目的是要挑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。你想啊，如果我们帮康熙除掉了鳌拜埋在他身边的一条蛇，这对于我们来说能有什么好处？对，你说的对，那我明白了。哎，叶哥哥跟樊姐姐怎么样了？刚刚得到他们的消息，他们已经跟踪到了吴应奇的车队，正在想办法下手。我们在宫里的计划还挺顺利的，希望叶哥哥跟樊姐姐能顺利的找到1号金钥匙，
这样我们就可以早日平安的团聚了。我先走了，早点休息。嗯。折腾了一晚上，也没看到那个小皇帝长什么样。他长什么样呢？你觉得如何？皇上啊！嗨，我管他长什么样呢，反正不过就是一个风流流氓鬼。呸！老大，跟你说一件事儿。接下来呢，皇上为了掩鳌拜耳目，会接着找你侍寝。昨天晚上，皇上是不是对你还算客气啊？别提了，那个小皇帝简直就是个风流色鬼，刚开始还想对我动手动脚的。老大，那你没被吓哭啊？哼，怎么可能啊！我是老大，武功高强着呢。后来我就跟他喝酒玩骰子，锵，小皇帝倒了。老大智勇双全，小弟佩服佩服。还好吧？哎，知道这是什么？骰子。老大教你几招，准保把你昨天输的钱连本带利赢回来。但咱可说好了啊，你赢回来的钱得和我一半对分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55分。这还差不多。真疼啊！这下万无一失了。什么万无一失啊？皇上。没什么。皇上，您要是想安寝的话，我就下去，您躺在这龙床上，然后1个时辰以后，让李公公把我抬回储秀宫就行了。朕还不大二今天呢，朕还不想睡觉。说吧，今晚想吃一些什么？不瞒皇上说，昨天吃太撑了，结果今天积食一天，什么都吃不下。你要不要朕选个太医给你瞧瞧啊？不用了，宣太医又得吃药，我这从小到大吃药，我都害怕了。我看你这活蹦乱跳的，也不像有什么病症，为什么从小到大要吃药啊？我不有一个头疼的隐疾啊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谢谢皇上，还是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快说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啊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是您的眼泪啊。不过您是皇上，您是天子，您怎么可能为我流泪呢？那这就有点难办了。说实话，朕从小长大，除了8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亲轰逝以外，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呢。没事儿，这只是个传说，奴婢都不放在心上，皇上就更不用当真了。
这是干嘛呀？昨天晚上朕输得一塌糊涂，所以啊，朕今天想挽回个面子，你敢不敢再跟朕赌一把酒啊？可以啊，不过到时候皇上输了可别赖账啊。你放心吧，朕虽然有色心啊，但是更有毒品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李公公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不错，我已经吩咐易欢，让他万万不能告诉龙三，李公公就是鳌拜的内奸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李德福。李德福。他的耳朵后面，他的左耳后，是否有一颗黑痣？不错，义父，你怎么知道李公公的左耳后有一颗黑痣？真的有颗黑痣吗？义父，你怎么了？德福，德福，没想到，义父，没想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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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活着。义父，他还活着，而且他还进了紫禁城，当了大内总管。义父，这李德福李公公，他就是我的孪生兄弟呀！什么？李公公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弟弟？不错，我们两兄弟本是陕西贫寒农家之子，我叫李德禄，我的亲弟弟就是李德福。李定国是我成年以后自己改的名字。10岁那年，家乡遭了病灾，我的父母就死于乱兵之手。我和我这个孪生兄弟就成了孤儿，颠沛流离，不知所居。啊，糟了，是抓丁的，快跑！那边有2个人，给我抓住他们！是，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弟弟，你藏好了。哎，哥哥，你去哪儿呀？我去引开他们。不行，哥哥，爹娘临死前说过，要我们兄弟俩永远都不能分开。爹娘不在了，你就应该听我的。现在到处都在打仗，我们2个要是都被抓了，就都活不成了，那咱们李家就真的绝后了。哥哥。为了保护我弟弟的命，我拼着自己的性命不要，去引开军兵。后来，我被张献忠的部下掳走了。张献忠见我体格健壮，就将我收作义子，从此跟着他南征北战。而我这个弟弟，我苦苦的追寻找了他多少年，却始终下落不明。我本以为他早已经不在这世上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居然进了紫禁城当了太监，如今更是成了鳌拜的爪牙。义父，要不要跟他挑明身份，让你们兄弟相认？不，如果你跟他挑明关系，那你跟易欢就暴露了。我这个兄弟失散了这么多年，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人，我是一无所知。他是否还顾念着跟我的手足亲情，我毫无把握。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好，
那我暂且不动声色，慢慢观察，慢慢找机会去试探他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易欢，他个性冲动，我怕他沉不住气。义父放心，孩儿知道分寸。你又说了，来，喝。干嘛？朕都愿赌服输了，你还想来仗啊？有鬼！什么鬼？这好奇怪啊！皇上，你今天掷骰子的手法怎么变得高明起来了？昨天掷骰子10把当中，你最多只能赢3把，可是今天却跟我不相上下了。朕今儿个下午找了几个会玩骰子的侍卫学了一下，朕是天子，天资聪颖，学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可是你这掷骰子的手法，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是不是龙三啊？果真是他，他居然把我传授给他的独家秘籍传授给皇上了。哎，你不要管龙三了，你虽然是龙三的老大，但朕可是龙三的主子。朕要是问他什么，他就必须得据实回答，这让他做什么，他也得如实做。皇上，龙三可是个老实人，您可千万别欺负他。你这么关心他？我在我们这一辈当中是年龄最小的，所以呢，好不容易当个老大，而且他这个小弟还特别的崇拜我，我当然得维护他、保护他了。行，朕知道了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朕就不欺负他了。不过，你拿什么来感谢朕呢？皇上，您现在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姓周的乡绅老头。这姓周的乡绅老头长得跟朕很像吗？长得不像，做事风格像啊。这个乡绅老头之所以能发家呀，就是因为算盘打得精明，瞅准时机吃拿卡要。李欢呐，李欢，你又拐着弯的骂朕。臣女不敢，是皇上昨天说的呀，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变成砍人头的狂魔，所以臣女才开了个玩笑嘛。哎呀，皇上，臣女出身卑微，是一个野丫头，又缺乏父母的管教，所以什么事儿都不懂，没法伺候您。要不然您现在让李公公来接我，让我回储秀宫吧。哼，朕明白了，你想激怒朕，然后让朕把你送走是吧？朕不上你的当，快点来接着赌。咱们说好了，你要是输了，可就得上朕的龙床。现在不输不赢，来！天哪，再这么赌下去，他的技术越来越娴熟，我的输面就会越来越大，这可是大大的不妙啊！皇上，您想让我赌也可以，不过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说说看。我一直都不知道天子长什么样，能不能把您的面具给摘下来啊？朕这几天上火长了几个火疖子，不便见人。难道他真的长得很丑，不好意思让我看？皇上，您看咱们也喝了好多酒了，要不然咱们先去您那龙床上躺会儿呗？上朕的龙床？你就不怕朕占你便宜啊？不怕呀，皇上一言九鼎，肯定说话算数嘛。那可不一定啊。朕虽然是天子，但是朕也是个男人。哎，你不是很怕黑吗？有皇上在，奴婢就不怕黑。不对，有鬼。哪儿来的鬼啊？你不是一向很害怕朕的亲近吗？啊，朕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想出了什么新招来对付朕，对吧？哪儿有啊？皇上，我怎么闻到这屋里有一股香味儿啊？香味儿？
这那龙床上哪有什么香味啊？倒是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皇上，皇上，咸猪手，不对，咸龙爪。不对啊，我这么着急拉铃干嘛？先看一看这小皇帝长什么样，一直戴着面具，得多丑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皇上已经安歇了，小主该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哦。你又迟到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教训你。老大，你又迟到啊！昨晚战绩如何？幸不辱使命。我呀，把前晚输的连本带利都讨回来了。你的一半。哎呦！不错呀，哎呀，还好你给我钱，最近正急着用钱呢。老大，这皇宫里边有什么能用得上钱的地方吗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皇宫里啊，处处得用得上钱。昨天我要不是用钱收买了李公公，那老大我就惨了。昨天怎么了？皇上不是早早的就睡了吗？哼。那个小皇帝啊，色狼得很，怎么可能啊？得亏啊，我哥哥给了我一条进过蒙汗药的丝巾，我偷偷带在身上，进入了寝殿，把那个小皇帝给迷晕了。要不然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居然把皇上给迷晕了！这件事情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你哥哥还有李公公那2个净室房的太监都是死罪。嘘，这件事除了我还有我哥哥，就你知道。别人都不知道，不许跟别人说。老大，你不应该告诉我，陷我于两难。如果我跟皇上说了，那就是对你不义；如果不说，那就是对皇上不忠。我又不是去害皇上，我是为了自保。哎，你可别为了你的主子皇帝出卖我啊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可就跟你割袍断义了啊！老大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任性妄为了。要不是我在皇上面前说你好话，你有几个脑袋也早就掉干净了。好了，那我不也是一样吗？如果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怎么可能听鳌拜的话要入宫呢？虽然我武功不高，但是我轻功可以，我可以逃跑吧？我不都还是为了你吗？行，就冲着老大对我这份情谊啊，我说什么也要在紫禁城里面保护你的安全。但是咱俩可说好了，你可不能做什么太过分的事情，尤其是不能伤害皇上，要不然的话，连我都保不住你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挺怕死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可能连累我的龙小弟呢？还是老大够意思。这脑袋长得真像鸡蛋。老大，这2个晚上和皇上相处下来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这小皇帝嘛，有点风流，有点色，但人还是不错的，对我吧也挺宽容的。最主要的是，他酒品跟毒品不错。我跟你说啊，看一个人，如果他的酒品跟毒品都好的话，基本上这个人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评价过皇上。要是皇上听到了，肯定会觉得很有趣儿。啊，我跟你说的可都是私房话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我知道，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。耶！
我的衣服和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皇上的寝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我放在这儿的衣服跟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反正也用不着了，我就让宫女们都拿去清洗了。别呀，我还得用那条丝巾呢。李公公，你懂的。宜欢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咱家听不懂啊。不过你在进宫之前，你爹爹应该教导过你啊。进到宫之后呢，要少说话，守规矩，你应该明白。李公公，您不会是把我那条丝巾故意拿走的吧？侍寝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能带，这是宫中的规矩，所有人呐都要遵守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，怎么办呢？今晚没了丝巾，哎呀，李公公这个家伙，肯定是识破了我的丝巾有迷药，怕他干洗。皇上，你别过来！丫头，要是没前2个晚上你对朕的算计，那朕也就饶了你。可是你背信弃义在先，你可别怪朕对你不客气了啊！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算计你了？是不是龙三跟你说的？这个死龙三，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我再也不理他了。你就别埋怨龙三了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朕岂能容你这么胡闹？哎，停！干嘛呀？你还想跟朕比试武功啊？行啊，那朕就陪你比试比试，而且朕答应，绝对不叫外面的侍卫帮忙。等一下，皇上，您知道为什么臣女不愿意侍奉您吗？你跟朕说，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，难道你有心上人了？没错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而且这个人皇上也认识，他是龙三。龙三？他不是你小弟吗？话虽然这么说啊，但是男女有别嘛，我怎么可能心里真的把他当我兄弟呢？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你肯为他去死啊？没错，皇上，龙三可是您的心腹啊，这古来圣明的皇帝都不可能抢夺自己手下的女人的，而且还会有意成全呢。再说了，您后宫佳丽3000，何必为了我这一个小小的秀女而伤了龙三的心呢？那你怎么知道龙三也喜欢你啊？我虽然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喜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我在他心里一定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老大，老大，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为什么要理你啊？我们明明说好了，不许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告诉那个色狼小皇帝，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？老大，我冤枉啊！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以为你前天晚上用丝巾迷晕皇上，皇上他没有起疑心吗？你昨晚上要是故技重施的话，皇上发现了，你这小命就难保了。所以啊，我才去找李公公，让他把你的丝巾给收了去，还在皇上面前替你百般求情。没想到你反过来还怨我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说的真的假的呀？那当然是真的，我们俩是拜把子兄弟，我会骗你吗？昨晚又喝酒了？没有，嗨，我哪能天天不务正业的喝酒赌博呀？我是啊，昨天晚上一个人在房里边高兴，自己喝酒呢。呀，发生什么喜事了？说来听听。
昨晚你回了储秀宫以后，皇上把我给召了过去，把你跟他说的话都跟我说了。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所以，老大，你跟皇上说的都是真的，对吧？我是怕皇上假戏真做，所以我才骗了他。龙小弟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你只是骗皇上。是啊，你想，如果我不把你拿出来当挡箭牌，那皇上肯定会吃了我呀。那你对我？我对你，我们当然是好兄弟了。你是我小弟，我是你老大嘛。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不是生气，也许你就是情窦未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在装傻，所以不论我怎么说，你都会装着不懂。我们两个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我们俩是兄弟，这样相处不是也一直挺好的吗？那是以前，那是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的时候。可你现在呢，就是一个明艳动人、活泼可爱的女子，我怎么把你当成同性兄弟看待啊？龙小弟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其实从小就许配给人家了。所以你很爱那个人是吗？为了他，你连皇上的临幸也不要，对我更是不屑一顾。也不是啦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定下来的亲事，我跟他从小青梅竹马，他呢对我特别好，我也挺喜欢他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他的喜欢，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男女之情？我看得出来，你现在说的是真的。那是不是不论如何，不管你待他的情感怎么样，你最终都会嫁给他？我的未婚夫曾经很富有，很有权势，但是后来他们家衰落了，他一心想着要成家立业，先成家再成亲，所以我得一直等着他，我不能嫁给别人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但是皇上信以为真了，他跟我说了，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不会再找你侍寝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龙小弟太好了，多亏了有龙小弟，要不然都没有人在这宫里罩着我了。所以在你心里，对我这个龙小弟的印象，至少比皇上好了很多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两个属于一见如故。这要是皇上跟我拜把子呀，我才不跟他拜呢。皇上怎么可能跟你拜把子呢？皇上他是一国之君，不可能跟你拜把子的，更不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也是，其实皇上挺可怜的。你说皇上可怜？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。他是皇上，一国之君，可是呢，没有人会把他当成真心的朋友的，也没有一个女孩会真心的喜欢他。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虽然不是皇上，可是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，也会有很多女孩真心喜欢你的。也许是吧。倩倩姑娘，要不还是我和你哥哥骑马，你坐我的马车吧。哦，吴公子，还是我骑马，你坐车吧。这是什么话呀？哪有让女孩辛苦骑马，而我坐马车的道理呢？妹妹，吴公子的一番好意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请，来，我扶你。
宣皇上口谕，封秀女易欢姑娘为答应，入住永和宫。谢皇上恩典。都起来吧。哟，易欢，你这一连侍寝3日，我们还以为皇上多宠爱你呢，没想到就封了个品阶最小的答应。答应就答应吧，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。哼，易欢姑娘，您也不必失意。皇上自亲政以来，还从未一连3日召同一人侍寝，这足见皇上对易欢姑娘还是与众不同。虽然只是暂时封了个答应，想必是易欢姑娘有什么地方惹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只是稍稍惩戒一下，只要易欢姑娘能够吸取教训，想必皇上还会有恩旨的。谁要讨好那个色狼皇帝了？我才不在乎什么品阶呢。永和宫是雪姐姐的住处，小皇帝阴差阳错的把我安排在了永和宫，比让我当皇后独居中宫都好。易欢姑娘，永和宫的住处已经收拾妥当了，随奴才前去吧。有劳李公公。真想不到，皇上正巧把你安排在永和宫。这下咱们姐妹俩可以日夜相伴，互相照应了。就是啊，我本来特别讨厌那个小皇帝，结果他这么安排吧，我现在都不讨厌他了。又开始任性了。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做吧，哪有徒弟坐着，师傅站着的道理啊？欢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，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重。徒儿记住了。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，宫里人知道了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哎呀，嬷嬷放心，欢答应啊，只是还没有适应她的新身份，我会慢慢教导她的。谢谢厉贵人啦。哎，说真格的，这清宫规矩要正3品以上才有资格做1宫之主，入住正殿。眼下我还只是个正7品的贵人，所以只能住偏殿。不过啊，好在这个永和宫就只有我一个小主，省去了和其他嫔妃混住的许多麻烦，这也算是皇上对你我的优待了。不过徐姐姐，都说伴君如伴虎，你在宫里陪着皇上，是不是特别辛苦啊？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再辛苦也不值一提。李公公，李公公安好。你是那个太医院新来的李太医吧？正是，卑职乃陕西榆林人士，刚入太医院不久，还望公公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好说。哎，你刚刚说你是陕西榆林人士？正是。听公公的口音，也是陕西人吧？哼，咱家也是陕西榆林人士啊，入宫几十年了，没想到在宫中还碰到了老乡。看来卑职跟公公还真是有缘，不仅是同姓，还是同乡呢。不知公公老家在榆林何处啊？咱家在榆林皂角村。那真是太巧了，卑职老家也在榆林皂角村。哦，公公家里都有何人呢？说不定我还认识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咱家进宫已经30多年了，那个时候家乡闹兵祸，我的家人都被张献忠的部下给杀死了。卑职不小心触及了公公的伤心事，实在是抱歉。无妨无妨。李太医，你是咱家在这宫中遇到的第一个同乡，又都姓李，这说起来，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人呢。你放心吧，咱家日后一定会多多照应你的。多谢公公。
快快快！你见了皇上，为什么不跪呀？你是皇上。哎，李公公，这个小答应他可是……嘘，这皇家的事啊，别问，也别管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是皇上还是龙三啊？嘘，我不是皇上，我是龙三。那外面的人为什么称呼你为皇上，还给你跪下了？我真的不是皇上，我只是长相和声音都酷似皇上，所以啊，被皇上选做替身了。你是皇上的替身？对呀，我只是皇上的替身。我们这大清啊，虽说入关数十余年，可是根基还未稳，这皇上又还年少，刚刚亲政不久。不管是那些签名余孽，还是那些妄想谋朝篡位的权臣，都有暗杀皇上的企图。就拿这个鳌拜来说，连顾命大臣苏克萨哈都敢杀，还勾结内侍给皇上下毒。所以啊，皇上时常让我扮成他的样子。我就说嘛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可能是皇上呢？你要是皇上的话，怎么可能半夜三更的去御膳房偷东西呢？还跟我结拜兄弟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所以皇上3日侍寝，不肯让我看他的样子，一直戴着面具，就是怕我发现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了，为什么你在宫里面打听不到侍卫龙三这个人？因为我不是普通的侍卫，我不站班啊，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出来替皇上一下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是皇上的替身，那就得替皇上挨刀子了。我身为臣子，当然要效命于皇上了。再说，皇上待我不薄，我也是心甘情愿替他卖命。龙小弟，你太可怜了。你说你当皇上的替身，皇上对你好，说白了就是让你去给他卖命。哼，从古至今，所有的皇帝都一个样，自私自利，全都是冷血无耻之徒。老大，你就别当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，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？哎，你今儿怎么想起跑这御书房来找我了？还说呢，几天都不理我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重要的事情？这皇上一听说丽妃遇刺，就怀疑过鳌拜，没想到真的是他。可不是嘛，这个鳌拜勾结内侍，行刺嫔妃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，把皇上都不放在眼里。老大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鳌拜把持朝政多年，这朝廷上下、宫中内外全都是他的势力。皇上暗中派人查探了几天，也没有抓住他半点把柄。那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眼下还不是跟鳌拜翻脸的时候，所以只能当作暂不知情了。这个鳌拜贼心不死，还逼着我哥哥要去刺杀厉贵人。你务必跟你哥哥说一下，千万不要听命于鳌拜。皇上已经在暗中想办法铲除鳌拜了，所以要拜托你哥哥多跟鳌拜周旋一段时间了。哎，放心吧，我哥哥啊肯定不会助纣为虐的。不过你说这个小皇帝他的计划可行吗？会不会很危险啊？老大，这皇上呀，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风流好色之徒。他呀虽然年少，但是有勇有谋，也算是一代明君吧。龙小弟啊，你就是天生当奴才的命啊！我说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替你那个皇上主子说话呢，他能有什么很高明的策划呀？按照我的想法，他呀就是不把你的命当命，关键时刻让你去给他当替死鬼，知道吗？老大，你就别当着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，你这不是为难我的吗？行，
我就是因为把你当兄弟，所以我跟你说话才不避讳。既然你不想让我这样说的话，那以后就捡好听的，假的话跟你说呗。好了，我这气量没那么小，气会连一个小姑娘的口无遮拦都容不下。我知道，你之所以骂皇上，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，对吧？当然了，龙小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的亲人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。你听我的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什么你的皇上、你的主子去卖命。关键时刻，你得记得保护好你自己，千万别于衷，知道吗？好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可以悄悄地把皇上的计划告诉你。你把皇上的计划告诉我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不怕我卖了你啊？在这皇宫里边，除了皇上和太皇太后，你就是我最相信的人了。谁让你的心思最为单纯的？李德福，送欢答应回永和宫。这。没想到，康熙如此谨慎，在宫里竟然备下了自己的替身。在我们入宫计划方案中，第一步是拿到铜匣，第二步就是刺杀康熙。我们一定要周密计划，务必要分清楚谁是替身，谁是真正的康熙，确保一击成功。这就需要小师妹多想想办法了，查清楚龙三的行踪，什么时候会去假扮康熙，又如何区分二人的差别？其实也没什么可难的，至少在临幸后宫嫔妃的康熙，不可能是替身。到时候拿到了铜匣，他再召你侍寝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六师傅，此计虽然可以暗杀成功，但忽略了倾城师妹的安危，恐非上策。有大师兄的担心，再危险也值得了。这行刺康熙的行动是下一步计划，还早着呢。我们还是现在想一想接下来的行动。康熙居然会派几个会摔跤的小子去擒拿鳌拜，这个计划比我们未来行刺的计划更加冒险。不如我把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告诉鳌拜，鳌拜岂会坐以待毙？到时候他们君臣内斗，无论谁赢谁输，我们都可以坐收渔利。什么？康熙在暗中训练几个小太监、小侍卫摔跤，想借着摔跤的游戏擒拿老夫。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？他已经开始怀疑行刺厉贵人的幕后主使就是中堂大人，所以加强了对厉贵人的保护，卑职想尽办法也无从下手。这康熙少年老成，若是他真的想拿下老夫，那他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。更何况，老夫乃大清第一勇士，这康熙岂会指望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就能拿得下老夫呢？这种计划太过儿戏了。说不定他们是想钓鱼吧，想让老夫主动上钩。若是老夫先动手，那就中了他们的计了。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下诏拿下老夫了。中堂大人思虑周密，卑职佩服。不过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若是皇上单独召见中堂大人，大人小心防备为好。老夫这大清第一勇士可不是浪得虚名，又怎会怕他那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呢？更何况老夫在宫中埋伏下了不少的心腹死士。若是康熙小儿真的敢冒险与老夫翻脸，那老夫定会让他后悔莫及。皇上，欢答应到了。
奕欢，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嘿，是你呀，龙小弟！哎呦，你一小气的，你给我装什么皇上啊？这皇上跟龙三竟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怎么知道在你面前的是龙三，不是皇上呀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哎，皇上啊，那3日侍寝，虽然把灯光调得很暗，而且还戴了个面具，但是我可以看他的眼睛啊，他的眼神跟你完全不一样。你的眼神呢，温柔体贴，他不是。皇上看你的眼神很冷漠疏远吗？也不是。他看我的眼神有一种猎人看猎物的感觉。哎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那种感觉就很奇怪，就是觉得他不是什么正经皇帝。要不是你们俩眼神不一样啊，我还真认不出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叫我来干嘛？我这次叫你过来呢，是想跟你道个别。道别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要擒拿鳌拜的计划吗？今天就是计划展开的日子。皇上已经宣召鳌拜单独来御书房觐见，所以我要亲自动手，和那些训练已久的侍卫和太监们一起擒拿鳌拜。什么？你要亲自跟鳌拜动手？鳌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，你亲自动手你就死定了。鳌拜一日不出，皇上就无法真正亲政。而且，鳌拜手握军权，皇上也不敢下旨捉拿鳌拜。但是鳌拜此人呢，自恃武功甚高，性格极为孤傲，他绝对想不到皇上会找几个摔跤手在宫里边要擒拿他，这样出其不意，反倒有可能成功。而且皇上还安排了李公公在茶里边下了一些药，鳌拜喝了以后就会内力尽失。李公公，皇上让李公公来协助你？对啊，李公公从小就进宫了，侍奉过太祖皇帝和先皇，深得太皇太后的宠幸。可是那个李公公，怎么了？算了，没事了。龙小弟，你别那么傻，你别替皇上去卖命，你肯定会死的，你别去了，行不行？所以啊，特意让你过来，跟你道个别。毕竟我活到这么大，你是跟我关系最特殊的人。这一世，我可能只能做你的龙小弟，是你的结拜兄弟。可是来世，我希望做你的青梅竹马。老大，你怎么哭了？我们2个是结拜兄弟，说好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你要是去送死了，就凭我这3脚猫的功夫，根本救不了你。那如果你死了，那我也得去死啊！我还不想死呢，我还有很多美食没有吃呢，我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完成呢。那你就别陪我去死了，让我自己一个人死就好了。反正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你，顶多变成厉鬼来缠着你。呸！你明知道人家心里特别着急，你还说这样的话。老大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啊！这个计划，它又不一定会失败，也许就成功了呢。道完别了，你先回永和宫等消息吧。龙小弟，只能这样了吗？没有什么更改的可能了吗？只有过了这一关，皇上才是一条龙，要不然的话，他只是一条虫。那你等我一下。你要干嘛？哎，不许进来啊！我没让你进来，你不许进来。哎，不许进来。老大，你好了没有啊？
你再不出来，鳌拜可就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马上。老大，我进去了啊。老大，你好了没有？老大，你不会真是以为我要赴死了就要以身相许了吧？呸！你怎么变得跟那个小色皇帝一样了？真是近墨者黑。喏，给你的。这个是金蚕背心，鳌拜给我的，据说可以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反正我留着也没用，给你穿吧，你还能保护着你自己。好香啊，老大，这上面还有你的体香和体温呢。你干嘛用那种色眯眯的眼神看着我呀？你这样很猥琐，知道吗？你赶紧穿上吧，这之前我贴身穿的，反正我用不上。你穿上以后还可以护住你的要害呢。既然是你穿过的衣服，那我当然要穿了，要不然你替我穿。你这说的什么鬼话呀？我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哎，老大，我是你老大，你是我小弟，所以你得听我的，知道吗？不能死。是，遵命。六师傅，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如箭在弦，一触即发。依您看，结果会如何？这很难说呀。康熙少年老成，而且又有太皇太后和一帮效忠爱新觉罗的老臣撑腰，而鳌拜又老谋深算，在朝廷中也树大根深，这两虎相争，谁赢谁输，还真的挺难预料的。不管是谁赢谁输，对于咱们整个联盟来说，都是有利无弊。咱们不妨坐山观虎斗。薛姐姐，一欢，怎么了？薛姐姐，六师傅，快点去救人！出什么事了？你要救谁啊？救龙三。龙三怎么了？今天康熙要在御书房擒拿鳌拜，但他自己不敢去，却让龙三扮成他的样子，带那些小侍卫、小太监去抓鳌拜。而且他还让李公公在鳌拜喝茶的水里放药。可是李公公是鳌拜的人啊，他肯定把这些计划都告诉鳌拜了。环妹，你犯糊涂了吧？就让康熙跟鳌拜去内斗好了，你急什么？如果真的是康熙的话，我不可能着急。可是去的是我的兄弟龙三啊，我们是拜过把子的兄弟，如果他死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你和那龙三结拜，本来就是闹着玩的，你还当真了？朱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认认真真的结拜，怎么是闹着玩？这龙三平时对我这么好，如果我见死不救的话，那太不像话了。可如果为了救一个龙三，我们几个都出手的话，这样太危险了，我们很容易暴露自己。环妹，你对龙三真的只是结拜之情吗？朱哥哥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胡思乱想？大师兄，小师妹虽然任性顽皮，但是她还是很有是非原则的。她对那个龙三一定只是结拜之情。还是薛姐姐了解我，没错，我不想欠人情，我更不想欠人一条命。玉欢，你可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，你是大明郡主，是未来大明太子妃。那你现在的什么龙三结拜大哥的身份，跟这个身份比起来，根本就是不值一提。更何况龙三又不是为了你去死，他为的是他的皇帝主子。可是，好，那我们就不去帮助龙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龙三败了，康熙也就败了。康熙一旦败了，这个鳌拜就会发动政变，让他自己当皇上。鳌拜这个人生性残暴，如果他当了皇上了，比康熙更难对付。而且那个时候，薛姐姐你怎么办啊？可是我们换个法子，我们协助龙三，帮助了康熙，打败了鳌拜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康熙的绝对信任。到时候你们就有机会进宝库去找铜匣了。
奴才参见皇上。年龄，赐座。谢皇上。此茶。这。